400尺都可以隔出4間房，唔信啊？嚟睇下安柏苑嘅實例啦。屋企門口細，吊櫃唔牙掟，雜物一收即刻企理晒。雪櫃對住廚房，轉角位巧妙設計成入戶櫃，襯色梯櫃更加慳位，一間木盒隔房都可以多用途。廚房採用大圓弧 U 字形，分區合理，防止撞親。貼心留有洗衣機位。L 型吊櫃加開放格，煮飯用到嘅嘢隨手就落到。電器、洗菜同煮餸分區佈置，動線合理。一齊去客廳睇下啦。電視櫃都係盡量簡約，採用 C 字地吊櫃組合，加5層開放層架擺放 figure，令客廳更有趣味。超深儲物，雜物通通塞入去，空間即刻變得開揚闊落。客廳側邊呢度巧妙隔房，下邊儲物櫃、梯櫃一櫃多用，上床床頭櫃放手機、耳機都冇問題。跟住落嚟係第3間房啦，2級地台加地台床，床尾層架放護膚品，床頭內嵌床頭櫃，瞓前做個 facial 夠晒，方便就手。床邊長虹玻璃 PD 門衣櫃，顯闊又慳位。最後就係兒童房啦。上下床就唔多講啦，床頭尾都有櫃位放嘢。書台面對面放2個小朋友互不打攪。香檳金鋁框玻璃櫃門，山格調抽櫃，長虹玻璃到頂衣櫃加埋燈帶嘅點綴，營造咗極好嘅氛圍感同鬆弛感。咁我哋今次分享嘅單位就係咁多，我哋下次再見啦。